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白切雞，歡迎收聽今期舉手不回。今晚跑馬地夜賽9場賽事，多場1000米火拼戰，仲有1600同1000米高速短途賽，形勢緊湊，馬場氣氛熱烈。白切雞以逐場分析，揀出心水4區，等你哋準備好手機，舉手唔回，贏錢齊開心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4號謙謙君子，由艾少禮主，連場2段快段走勢醒目，入位率高。2號3代同心由巴道出擊，同樣有雙段快段支撐，末段凌厲。5號快樂騎兵一檔起步，擁內欄之利，走勢進步。12號萬事靚由田泰安拍檔容天鵬，有實力突擊冷腳。第二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英雄豪邁三將連續2段快段，霍宏星拍羅富全，勢不可擋。7號新力陽明輪拍鄭俊偉，近仗評分爆升，形勢有利。10號電信驕陽由巴道上陣，連場快段支持。5號好接拍金將周俊樂減磅，形勢配合有爆冷潛力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1號中環精英潘頓上陣，連場紅字快段支持，勝望濃。10號星火燎原董明朗拍徐雨石，末段爆發力極佳。3號戀愛狂連將做出2段，周俊樂拍葉楚航跑法主動。9號飛雲班德禮拍方家拍，數據平穩可信。第4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5號粉星輝煌由田泰安主，三將穩定做出2段，攻守兼備。3號爭金奪冠潘頓配無偉傑，連場快段數據，攻勢猛烈。2號追風嗌到拿策騎，近仗演出有水準。4號寶城智星鍾義禮減磅出擊，末段追勢強勁。第5場第3班草地1000米，2號四季醒三將皆見2段紅字，由希威心主，表現一貫出色。9號聖萬金鍾義禮拍告東尼，評分優勢明顯。3號八進巨星蔡明紹出擊，穩健步勢令人放心。10號金匯星星近仗腳法不俗，可守尾門位置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拉合爾潘頓主，有2段快段撐場，排8檔不成問題。10號星之遠紅字快段在手，由希威森壓陣。6號比特星近仗評分穩步上升，配搭穩健。2號快博嗌到拿拍賀賢，紅段兼2段腳法強勁。第7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2號川河首區艾少禮拍方家拍，評分急升，形勢一面倒。3號農民邊影班德禮拍沈集成，三將表現平均穩健。7號加州活力巨2段快段，鍾義禮上陣可望前列。10號小王爺跑法主動，後上凌厲，值得一搏。第8場第3班草地1650米，3號唯美主義連場2段快段兼紅字支持，艾少禮再拍5棚字，大熱信心。8號紫荊歡呼報文拍大衛希斯，三將連續紅段，非常有火力。5號博望波霍宏星拍呂健威，穩步進步。1號信心星評分高企，狀態不俗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1號風雲武士由報民主，連場紅字兼2段快段，冠軍大熱。3號電源之區巴道出擊，數據頂級，形勢配合。7號騰龍4海潘頓拍文家良，穩中求勝。9號伊神梁家俊上陣，連場快段兼後勁十足。